中华生活美学馆对2020年开始推动中台湾青少年艺术计划，或者表演艺术入去校园培养学生囡仔艺文素养。今年承办活动的乒乓草剧团演一出《我的爸母是金童玉女》的台语戏出，用趣味活泼的方式，搁再加上这互动的游戏，或者囡仔人哪看戏哪学台语。趣味演出，互台下囡仔看甲笑开开。这是乒乓草剧团推出的台语戏剧《我的爸母是金童玉女》，改编7世夫妻的典故，现代造型透染古装人物，互囡仔人无共款的看戏体验。以前也无遐济时间会当看到台语的戏剧，今仔真欢喜会当看到台语的戏剧。以前学台语是看课本，今仔日会当哪看戏哪学台语，我感觉真趣味。中华生活美学馆为2020年开始推动青少年艺术计划，有应对活动、剧场表演，要增加学生囡仔的艺文视野。过去剧团表演内容大多数拢是国外囡仔歌，不过这几冬来愈来愈多台湾本土故事的题材。阮就会改编一寡台湾的文学作家，像王拓，还有咱中华的这作家陈恒嘉，我嘛正跟南管合作，演出南医生的故事，除了西方的这个童话故事，咱本地一寡真好的作品，咱嘛会讲搬做戏剧。剧团表示，深头仔搬台语戏，不少家长会惊囡仔听无，但是舞台顶演员的表演加上灯光效果，囡仔嘛是看甲目睭无转轮。学校讲，相信透过台语剧场的演出，自细汉培养囡仔的艺术甲台语能力，未来一定会发现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